一只手的只，不是那个只，那个是指一只戒指的指，是一只动物两只动物那个只，一只手，一双手那个双少有小一半那个加。讲到三无漏学界定会持戒禅定智慧。战胜三毒贪嗔痴啊！贪嗔痴妄。贪嗔痴慢疑要集体克贪嗔痴慢疑。
各一天命名师啊。